即刻都講到，透過耶穌基督本嘅特性，講即刻係用到信心為事件呢啲，樣突突節節，係攞即刻信心跌下去，係攞即刻嘅信心走窄。嗱，在事件呢一打，即刻熱天，前多即刻係對付嘅，各樣即刻係戰爭，各樣即刻係對付係咪啊？家主係用個信心，所以見當朝信心對戰，係咪？講一夾一啲唔係對嘢。有兩公婆嚟講聽咩對嘢？你喺哪裡寫啊？公婆喺哪裡寫咩對戰？阿們？嗱，即刻對戰你看唔到嘅問題痛苦，即刻係對戰。所以即刻每日係滅強，即刻嘅信心；每小時係滅強，即刻嘅信心。只要要煩要痛苦，即刻嘅信心變強嘅，唔扮演即刻信心就好強。嗱，係多。聽上帝嘅話，為了自家嘅信心又強，自家嘅信心又真，自家係多聽上帝嘅話，因為到了羅馬書10:17節咁樣講到，信心都從聽裏來，聽係咪呢？都係聽基督嘅話呢。自家多聽上帝嘅話，自家嘅信心更加強；自家多聽上帝嘅話，自家嘅信心更加滿。自家多聽是非，自家信心增加咗；多聽啲社會客人嘅，自家信心增加咗。每一個別，你所聽邊個？聽上帝嘅話，阿們。上帝嘅話就咪自家信心強，上帝嘅話就沒自家信心滿。你多聽啲別是照邊個？係講多講聽是非，哦，你信心達到增加咗，阿們，增加強。增加狠，增加少，係咪呢？所以即刻唔揾多聽呢一個人家講嘅是非位，肯講即刻參加講是非，好講嘛？係咪？聽都冇聽啊，係間一幫去講，唔係咪？講上帝嘅話，講上帝嘅愛，講上帝嘅恩典，本即刻唔看人聽。分析家บุคคล親戚朋友聽，กับ別人沙聽，阿們。講乜嘅？講耶穌基督寫世界，耶穌基督愛世界，耶穌基督死為世界。世界有對戰一個信心有特性，所以你對戰落最多咧。第二嚟講，是看世界嘅思想完全係入到上帝嘅範圍，世界嘅思想係入。nem上帝嘅反應，從呢一嘟樣人係講nhấp nem水，劈樣人咗啦啊！風浪唔得了，超係熱樣，自家嘅思想nhấp nem上帝嘅法，是非nhấp唔落，痛苦nhấp唔落，白實nhấp唔落，人講自家叻家nhấp唔落，對嗎？對間，上帝嘅法nhấp nem去，到下陣要係多聽上帝嘅法，阿們。仲有呢？你多聽是非，多聽你都嚇人呢，但係你都插到上帝嘅法呢，插到你都變一信心可以顯咗，你一插到加插到變唔強有嘢嘅信心，所以冇半嘅插，入呢上帝嘅法，自家嘅思想你睇，上帝嘅法呢，就能夠保自家嘅思想，係咪？上帝嘅法呢，了了嘅光模樣。保自家嘅思想，阿們。所以自家嘅思想係入nem上帝嘅反應，即係反應有啲光模樣，保住自家嘅思想。嗰度垃圾嘅領đất，咪個少嘅，咪個腳嘅，咪個痛苦嘅，咪個憤怒嘅，落唔到了nem了，阿們。人班人有nem，傾係講有吐晒吐神經，有吐晒騰啲妥騰nem去，唔好入嘅都。是非啊，你計啊，唔冇嘅，唔冇俾你做廠，自家唔有心，你當然講自家，講唔冇自家唔有心，思想咪嚟到自家二空，咪搬佢呢度癲閒而思想呢啲，但係唔冇搬佢呢度吃，唔冇搬佢呢度吃，人俾自家喐，咪家唔冇嘅法，咪嚟到自家嘅思想，咪嚟到自家二空，咪嚟到自家心中，但係唔冇搬佢呢度吃，猛猛對手嘅，係咪？係搬乜嘅吃？搬上帝嘅反應吃，用nem去，佢都發佢嚟5,000，
聽兩件事嘅需要上帝嘅話，上帝嘅話要堅明。但係呢，因為一時就會嘅話，xã會呢嘅話，xã會嘅情況，人講食家嘅，食家唔有啦啦。誒，你冇講嘅，你再嘅答不聽唔有間，家己咪晒嘅八答喎，係冇呢？食家唔有，佢講我唔係半個呢度創到，唔係半個呢度吃，因為一丟，條呢丟那等你背嚟背去。但係自家對佢唔有對佢就係背，是招會嘅背。但係佢企喺一頭那裡啲做到，自家能夠對佢緊。啊，你呢話佢咪計啲背嚟嘅，你講，但邊個唔係半個呢度創？約翰福音8:32，多錄上帝嘅話，多錄一上帝嘅真理，真理第二脱離，脱離從乜計？從一痛苦頭呢？從一白色頭呢？從一思想煩惱頭呢嘅，你多錄上帝嘅話呢？佢第二出，第二脱離，第二持久，唔係半一痛苦塔啦，分明，阿們。所以係多聽上帝嘅話，係講嘅真理大家脱離，你是看呢個經節，以賽亞書32:17節，係講真理大家脱離，你是看，沒有真理，佢生要平安。你心中都有真理，有上帝嘅話語，你心中都生出咗平安。這個效果嘛計，沒有真理，佢要平安；沒有真理，佢要甜嘅心；沒有真理，佢要唔係煩惱嘅心。阿們。所以這樣是教愛要真理入你思想去。個經節交代是教出嚟腓立比4:8啊，也呢結果嘅講。兄弟姊妹們，隆重對嘅，隆重上等嘅，隆重公平嘅，隆重親情嘅，隆重甜嘅，隆重好聽嘅家長嘅那樣，咁冇係小李嘅決心嘅病開嘅，阿們，病hết嘅咁冇嘅，冇係嚟nuốt，只nuốt咪係個真藥，所以nuốt呀，天下好好嘅，分明就破少本做。